Hello， 各位电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起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阿權妹愛安樣。哎呦，哈有氣質的喎，因為今日要同大家來分享 Shakespeare 莎士比亞，佢一出戲劇按到《哈姆雷特》哦，佢係西太悲劇之一，四大悲劇之一。韓國大家聽到《哈姆雷特》會知道，以前有聽過，有啲人可能輕鬆詩哦。唔過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係《哈姆雷特》紀念日，佢係由台灣大學嘅戲劇行咧，台灣大學哦，佢哋從咧有25周年研究嘅時間，呀，今年咧特別帶來也出《哈姆雷特》紀念日，要同大家來見面。今日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一部戲劇哦，細細嘅來分享。今日嘅節目地圖有請到位來賓來分享，製作人小梅老師分享。大家好，俺係台大戲劇系的謝小梅老師。好，歡迎小梅老師製作人來到節目當中來同大家來分享一部戲劇。接下來要同大家來分享咩係一部戲劇嘅工作人員及咩係客家嘅後生嘅來分享父愛分享。大家好，我係父愛，東方喜樂呢一片撈大通大家打嘴鼓。哦，客會講到東好哦，很棒很棒，歡迎兩位來到節目裡面跟大家來分享這個哈姆雷特機器人。其實剛剛一開始在開場有跟大家分享到，這一部的算是舞台劇，很特別的舞台劇，等下跟大家來分享為什麼它很特別。其實喺台灣太后創戲戲劇系創戲25年來，這一個很特殊的一個戲劇，對不對？是。所以這一次的製作也不僅僅是老師領頭，因為過去會覺得好像會是學生帶頭的作品，但這一次不是，這一次是老師主導。應該說，其實我們的學制通常都是老師帶學生做，然後畢制的話就是學生自己主，對，所以有一個學期是學制，一個學期是畢制，這樣。哇，我們一年有2個大戲，太忙了吧？是，對，我們學生都很忙。對，所以這一次這個哈姆雷特機器人也是一個很特別，是老師跟學生一起來合作，而且福恩好像也不是現在在學的學生，是學長，對不對？對，其實已經有畢業一小段時間，然後回來想要參與這麼大的製作，這樣子。哇，所以是大製作，大家有談到大製作。除此之外，大家輕鬆師誒，伊咧咩係客家天師嘅熟面孔哦，伊咧宋明翰小朋友，宋明翰小朋友今年都台灣大學戲劇學系的這個研究所碩2啦哈，啊，Vicky 會畢業誒，這個他參與這個是參與什麼樣的職責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對，你看他負責的是行政。他是做宣傳的這一塊，他這次沒有演戲耶，他來當行政，他是幫忙宣傳，所以才帶我們來這邊參加這個節目。所以幕前幕後都要會，對不對？我們厲害的明翰，大家很緊張很害羞。好啦，鼓手大家真的來多多支持一下我們這個台灣大學的這個戲劇學系哦。其實大家聽到台大，當然知道這是台灣最高學府。不管是社會組、自然組都很想要進去，但我就是進不去，因為分數不夠。但是有關這個戲劇系，大家可能不是這麼的熟悉。老師之前也在一直都在學校裡面任教，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台大戲劇系好不好？好啊，其實那個我們戲劇系是先有戲劇研究所成立，然後那個時候我是第2屆的戲研所考進台大戲研所，所以我是戲研所畢業的。那我們有了戲劇研究所之後，過了幾年才有戲劇系。那戲劇系成立，剛主持人也有介紹到，就是今年是第25年了。所以是研究所成立25年。對，所以我們是先有理論的這一塊，但是在大學部這邊，我們其實就是有。除了理論之外，我們還是有教學生很多實務方面的，除了表演、導演，然後編劇這一類型之外，還有像是舞台設計、服裝設計、燈光設計、影像設計，就是我們非常多的領域。然後，所以學生一進來的時候，他可以很自由的去探索，看他喜歡哪一塊，就去選這方面的課。是到快要畢業的時候，他可能會慢慢的發現說，他自己對哪一個專長他是比較有興趣的。所以我們是一個很綜合，然後全面，加上我們學校其實也是一個綜合大學，所以他其實學生也有機會可以去接觸其他的學院系所的課程。對。
哇，古早吼，大家对呀台湾太好嘅戲劇後呢，有一些些了解了。古早下來就來到亞伯愛同大家來分享的這一個很特別的，叫做《哈姆雷特機器人》的這一部舞台劇。我七嘎吃豆，我覺得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創新跟跨界的結合。但是在講這個《哈姆雷特機器人》以前，先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傳統的大家可能還有聽過的這個《哈姆雷特》這一部很有名的一部戲劇，它到底在說什麼？他一般人可能也知道，他另外一个名称叫做《王子复仇记》。那他是在复什么仇呢？就是哈姆雷特他是一个丹麦的王子，那他原来其实是在德国念书，然后这个戏开始的时候，他从德国回来是因为他父亲猝死，突然死掉了。那他来参加父亲的葬礼，没多久之后呢，他母亲就嫁给他的叔父，然后叔父登基，所以其实哈姆雷特等于回来，接受父亲死掉，还要接受母亲改嫁给他的叔父的这件事情，所以他心情其实非常的复杂，对，然后有很多对他的母亲还有对他叔父的不满、愤怒等等的那些情绪。那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鬼魂出现，是以他父亲的形象，然后告诉他说：“我死得很冤枉，然后我是杀了我的那个人，现在带着我的皇冠，这样，然后呢要他帮他复仇。”那所以说，假如是您的话，你会马上去复仇吗？会吧。可是哈姆雷特呢，他其实他觉得这有可能是魔鬼化成父亲的形象来引诱他、误导他去犯罪。我太单纯了，所以说很复杂，他想很多，所以他并没有马上就相信那个鬼魂的话。所以那个故事他其实有一段，这个接下来就是他在调查真相，他就决定要装疯卖傻，然后选择以装疯卖傻的方式去调查真相，然后慢慢的才进行他的复仇，所以是一整个漫长的复仇历程。对，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一部戏这一个角色，他有非常多的猜忌，然后可能也会有不同的表现，所以这么久以来，他才会成为大家心中非常经典的一部戏剧。是，对，就是他其实没有一开始就去接受这个复仇的命运，他还是有点想要去对抗或者是去质疑他，然后所以他整个过程很多在思考的这个过程，所以对，所以这个故事就会蛮多耐人寻味的地方。对，很经典，然后不同的演绎，不同的版本。那这一次的《哈姆雷特机器人》，当初会选用这个文本，然后做一个很特别的表现，然后加入机器人来，老师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是怎么加入跟结合的？这个。因为我们是拿到一个文化部的5G 异地共演的这个就是计划的补助，然后所以我们是要尝试异地共演的这个形式。那时候为什么会想到用哈姆雷特来尝试异地共演的形式，是因为就刚刚提到那个哈姆雷特想很多嘛，对，然后他装疯卖傻，然后其实他的身边布满了国王的眼线，所以他在这个故事就有讲到很多次，好像在扮演的这件事情，我在假装，他不能表现真实的自己，对，他不能够对，然后所以我在镜头的前面，我要扮演某一种形象，这样，然后所以很多时候是他在扮演的过程，也好像在窥探别人，所以在这个，所以什么时候是他的疯疯癫癫，然后什么时候又是他很真情流露的这个部分，在剧本里面是很有意思的。然后我们那时候选择用2个场地，就是一个地方比较象征，好像是他的内心世界。比较真实的，对，真实的自我。然后另外一边就很像是他的躯壳，给外人看，对，他想要一开始是这样想，所以那个躯壳的部分我们本来是有设定是要一个人形的机器人，但是我们今年的制作里面没有人形机器人，我们是用了一个机械手臂的方式，但是我们还是采用了2个地方共演的形式，就是哈姆雷特在这个小一点的空间，好像他自我囚禁也好，或者是说他不想要去跟人家很直接的沟通。然后丹麦宫廷这边就是一些他的母亲啊、父亲啊，他的比较躯壳的部分，对，他的外在的那个想给人家看到的那一面，宫廷的这一些。然后偶尔会有一些故事，他们是有交流的，但是其实2边的剧本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买这地的，你就看到一些
看到这个情境，然后你买这边的，你会看到另外一个情境，这样。哇！但是我很好奇哦，因为我以前看过的可能不叫异地共演，它有分2个舞台，但是我是在同一个场地，我可以选择看亚片的时间，我看这一面的时候，我是看这里的戏，然后但是我转过头来，我就可以看这一边的戏。我有看过这一种的异地共演，但你们的好像不是这一种。我们的挑战更大哦，因为我们的2个场地相距950公尺。要1公里哎，这样行路会10分钟哎，连走路都走很久哎，走路要走12分钟。我的天哪，这么远！对，所以是有在校园里面，我们有2个这样2个场地，然后我们去进行，所以是一个技术上非常困难的一个挑战。对，所以它有各自演出，也有联动的演出。对，就是透过那个讯号，透过网络的讯号传输影像啊、声音啊这样传输。哇，你们25年就挑战这个大制作，30年要怎么办才好？知道怎么办才好？古常講，槍彈暗用就知道非常嘅有意思哦。用暗用嘅方式，大家可能都冇上過，甚至聽眾冇看過暗用嘅演出，所以呢度還有乜嘅神奇嘅事情哦。休息一下，等下再繼續同大家來講哦。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呀台灣太后戲劇行列哦，從呢25週年啊，有一個輕特別嘅戲劇會同大家來見面，到呀12月初3到12月初7哦，啲呀台灣太后歡迎大家做得來買票來看。韓國因為呀部戲劇真係係動特別，因為它不僅僅是藝術方面、藝術領域的舞台劇，它還結合了科技，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你要異地共演，異地共演還相隔快1公里，按演那2個素材，互相來演出，這就表示說，你今天選擇 A 劇場的時候，你會看不到 B 劇場。但會有連通的時候嗎？會有，就是透過影像還有聲音，所以有時候它會有，比如說我有時候打個視訊電話。然後跟他通話，然後那時候這邊就會看到我的臉，然後會聽到我們2個的對話的內容。那我如果很想看 B 劇場的戲的話呢？你就買2場啊，今天看 A， 明天看 B， 這是一個好方法。或者是就有點像你在抽彩蛋啊，我不知道我抽到什麼，那別人抽到什麼這樣，有一種這樣的一種驚喜感。但是我自己覺得看舞台劇就是。你先不要說不同場地的演出好了，就算是同一個場地、同一個戲劇，你不同天看還是有不同的東西。沒錯，這就是意外，對不對？因為現場演出它都常常會有一些狀況發生。老師是不是現在突然間很緊張，想說現場演出的狀況，因為要克服很多技術上面的困難。對，尤其是對，所以當初就是因為想要跟科技結合，所以做這樣子的舞台劇，在製作上面遇到非常非常多的困難。但其實說困難，它也曾經經歷了2年時間的醞釀，對不對？是，對，這是我們第2年的就算是因為這個計劃其實是2年期，然後這個12月的時候，我們的演出就是一個成果。然後在第1年的時候，因為我們知道這個技術很有挑戰性，然後我們自己也很害怕，所以其實那個時候我有就是跟我們的影像設計的老師王正元老師，我們就合開了一門課，就是科技藝術劇場專題實作。然後為了這一部，對，就為了這個要先做一個實驗。然後那時候我們的期末呈現就是用這個實驗劇場，跟它旁邊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劇場，那個距離那個時候的距離比較近，這2個場地。然後我們就是在實驗異地共演可以怎麼樣的。可以發展出什麼樣的故事形態，或者是說這個訊號傳輸到底會有什麼問題？我們要先做一次才不會覺得那麼可怕，要不然，不過還好有那一次的實驗嘗試，然後這一次我們就心會比較定一些。對，所以那個是正常學大學的，那是課程，對，大學的課程，1個學期2學分而已。但是他們做了很多事情，對，他們後來做了很多事情。2學分要做很多事情，覺得想起來好像有點不划算。而且其實來修課的學生，他們
大部分都不是戏剧系的。真的假的？我们那时候是对外广招，就是各个学院系所，所以有资工系啊，有机械系啊，有那个化学系，然后地理系、心理系、外文系、日文系等等，经济系。非常多不同的那个系的同学来修这个课，但感觉也因为这样子，应该会有一些意外的火花碰撞出来。对，就是觉得很想要看看他们会用。那时候我没有特别就是预设说你们一定要怎么做，就是给他们一个题目的框架，就是异地共演哈姆雷特，然后你们会怎么做？然后所以学生他们就自己去发想，然后发想之后呢，其实后来有。我觉得大家都蛮有想法的。然后呢，有2组的同学其实不约而同的就想到说要，在2个场地他们会有2种不同的世界观设定，就是说其中一个场地是阴间，然后另外一个场地是阳间。也有这样子的。对2个场地，你要怎么说故事？那他们就一边是好像死去的国王怎么样子去看那个阳间的哈姆雷特的这个世界，但其实每一组他们只需要选择一个场景，大概10分钟的呈现这样而已。所以每一组他们有不同的。还好才是10分钟。然后有另外一组他们就是做，比如说很像就是我们助教组也有做了一个，然后他们就是他们的做法就是哈姆雷特是一个科技宅男，然后他很不满意他的母亲，然后又不想跟他当面沟通，所以就派出他的机器人分身去跟他的母亲对峙，但是他不想要亲身去对，所以哈姆雷特的本人在这个场地，然后他的机器人分身在另外一个场地跟他的母亲互动，然后他的影像就会传输，他们彼此的影像会传输过来，而且他们还用了一个变脸的滤镜效果，就是其实真的完全结合科技，非常的有创意。对，我们的学生都很有创意。所以其实有经过安永一段时间，安永给吃年嘛，已经算是有做一些实验了，觉得应该有机会可以做成，应该也多了很多灵感，对不对？对，没错，就是有很多灵感，然后知道有什么东西可能可以work， 有些可能不太 OK 这样。对，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经验，然后结合了非常多懂没用给2位给你全部就 Q 他了加入，因为不仅仅是老师、学长那边的学生，这些大家一起共同加入之外，其实也有不是学校内的，是学校外的团队来加入，对不对？我们今年。因为我们去年做的时候有用到一个小型的机械手臂，那时候那小型机械手臂上面有一个 camera， 然后后来我们就因缘际会认识了成大建筑系的沈老师他的团队，成大建筑系跟戏剧系，我想一下到底要怎么做结合。那个老师很有意思，他有做了一个科技艺术的专案，是用机械手臂去模拟人的动作，大型的机械手臂，然后所以有发展出人机共舞，然后所以我们认识了这个老师，然后他就是也很乐意跟我们合作，所以我们这一次在大的那个游心剧场呢，我们会有一段的演出是演员跟那个机械手臂的互相的表演，对的互动的舞蹈，就是有一段这样的一个设计，对，哇，感觉要单枪对演员也是挑战，那对操作的人也很挑战。是那个技术其实有门槛，所以就是他们就是来协助我们这个部分这样。对，所以有成大建筑系，是有些，然后还有一个是南艺大的罗和林老师，他是帮我们就是处理。就是网路的这一块，因为这个系网路的讯号的要很稳定，我们才能够在将近1公里的地方，然后做一个即时的互动传输嘛。所以对，这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在想，我们就知道，你知道有距离，你就会累格。对，累格你要怎么一起演戏？没错，而且我们戏剧就是强调那个节奏要很刚好嘛。那你如果掉了，就是节奏掉了，那就变成你好吗？我很好。对，就没办法这样子演戏啊，就演不起来。所以这个必须很挑战，然后也需要有很多方的人来支持，专业的力量来支持。那像是夫恩亚拜就会负责样胸的部分。那我们大家都会想说，舞台剧就是现场即时演出啊，不过亚拜 TPA 有一类样胸组，有这个影像组哦。那个夫恩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样胸恩用版来同安用嘅现场嘅舞台剧安用来结合了结合。
刚刚其实小梅老师就有讲到说，因为我们现在有2个地方，我们可能该收抽，所以我们今天会想说，那另外一边像刚老师说的，打电话，对，然后或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是想要表现哈姆雷特的内心的世界，所以其实刚刚有说它外面很多的眼线，所以其实我们在那个地方就是在哈姆雷特在剧场也摆了CCTV 就是这样的监视的摄影机，所以观众其实可以就是在他这个，因为他现在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在另外一边可以看到他今天在剧场里面，他内心他真实可能是牛半英去想要怎么样去想他的复仇也好，他要怎么去装疯卖傻也好，所以其实还蛮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他其实影像在这次来说是有点表现说。两边的人，他们其实可能各有计谋，然后要怎么样在这样的地方去展现某些我们想让观众看到的，或是说我们让这个戏剧可以结合起来部分，要怎么透过画面来去让大家了解这样子。那其实像这样子，我觉得也蛮困难的。但是对于观众来讲，其实在看到喊卡斗某 Q 用给子欣，他可以看到现场的，但是也可以透过影像看到。剧组看到制作方，看到小梅老师想要让大家看到的东西，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对不对？就是我们其实会有舞台上面会有场景，但是同时也会有荧幕，对，所以观众可以看到人，然后也会看到荧幕。就是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感觉很像在看演唱会。是，现在都是这样，多重视角，很棒。但是应该说，按用的制作，听说没有读到懂多的困难，有遇到觉得很困难、很挑战的吗？其实有。那其实因为刚刚就说了，我们就是两地距离很远，那网络的事情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子。那我们这次其实对我们来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相机，有很多的摄影机。那我们两边要去传输的时候，其实画面上来说，大家就知道，我平常可能打电话真的离太远就会有那个，不然应该动细被发现。然后，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要一直 try， 一直去试试看，然后会让就是说，刚刚。说的怎么样？我打电话的时候不要说那边讲了一句，这边就卡了一下，那样我们在做现场的那种即时性，或是我们讲的有魔法就会消失这样子。对，会觉得很紧张吗？面对于即将到来的演出，会，就是我们现在还在紧锣密鼓的排练，然后测试技术的这个部分。哇，我听起来就很像我们要做 live 节目一样紧张，你知道吗？而且还有现场演出，它不是只是搞定技术就好，还有现场的表演。鼓手大家千万要記得11月初3到11月初7，掃描買票啊，票會買起來哦，大家可以買哦。還有等等呢，我會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再來。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綜藝劇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亞台灣太空戲劇紅內哦25週年，有亞請特別咧按到哈姆雷特機器人也鋪舞台劇，會同大家來見面。啲乜嘅時間哦，到11月初3到11月初7，呀3、4、5、6、7 5年按部頭7點半，連續5天。对，好累哦，連續5天都有演出。對，然後分享大家都在來掃描買票，在我們的 OpenTix 就可以買票了，對不對？是，對，大家要趕快看你想要看這個 A 劇場還是 B 劇場，因為我們是異地共演。是，對，然後利用到售猜，還是你想2場都看？不過其實那個戲到上半場的時候是2個不同的視角觀點。對，那到中場休息的時候呢，我們會派那個遊覽車，然後呢讓那個小劇場的這邊的觀眾，然後坐着這個車子來到我們的遊心劇場。對，所以下半場的戲都會全部集中在那個遊心劇場裡面演出，所以下半場就不是異地共演，就是主要都是在同一個場地演出。哇，所以我來想想看怎麼買比較划算哦。客家人比較
较精打细算，我可能要先买小剧场的，然后再搭车，还可以坐一趟游览车。你算的很对，因为其实那个小剧场的票快卖完啊，真的假的？所以大家都跟我一样。5场里面有3场已经完售。天哪！是太搞会搞搞哦，因为真给会服务我们台嘞，所以真的很多人都跟我一样这样想。但是我觉得应该要看2场，因为看2场你才可以完全感受到这一部戏想要告诉你的。而且哈姆雷特这个梗都已经你看玩多久了，还可以这样子玩。是。对，所以非常令人期待。泰嘎真嘅會更加老朋友買起來哦。那既然今天就有搶到2 V 雷都節目當中，當然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有關這一部戲裡面可能會出現的一些畫面啊、彩蛋，先透露一點點給大家。聽說雖然這個哈姆雷特戲它的發生的背景原來是在丹麥的宮廷，但是設計後影片也在台灣嘛，演員也都是台灣人，所以我們加入了一些台灣的特色在裡面，對不對？對，我們其實就是因為。剛剛講到，其實我們有點現代感，所以其實有監控嘛，所以我們就會有裡面會有戰情室，國王的戰情室，他可以用這個方式，然後去看哈姆雷特在做什麼，走馬改死親那樣念。然後也有呢，因為他們現在就是一個類似大家都在看，所以我們在裡面會放政論節目，台灣像這樣子的一個特色，超有名的，對 ，PTA 頂鳳這樣子，很特別的地方。然後我們現場就是他們也會開記者會啊，然後呢會透過這個即時的直播，然後讓兩邊的觀眾知道說，哦。發生什麼事情，然後其實對我們來說，其實更有在地的一種代入感。對，這個泰雅控的魔熊都，這其實是在台灣是非常非常特別。在台灣有這件事情是在國際上非常特別的事情，所以我們把這個當做係台灣七個 ITC 咩感應亞普舞台卡地都同泰雅來見面，用這樣子的方式來結合七個台灣的 TC。那也想要問一下老師，就是演出在即，你應該也非常非常的緊張。你覺得在這整個過程又投入了這麼多時間，花了這麼多力氣，呀6年敵度這2年之間，你覺得要做這一部哈姆雷特機器人最困難的地方在哪裡？我覺得最開始就是最有挑戰性的部分，就是因為我們做異地共演嘛，所以那個就是說一個故事，它為什麼不能夠在一個地方把它演完，要分2個地方演？對，所以這個設定本身就非常的有挑戰性，就是說你明明可以在一個場地，然後就把哈姆雷特故事講完，你為什麼要分2個場地呢？那這2個場地它一定要有用處，不是為了要玩異地共演，為了用而用，對，這樣就會讓人覺得很無趣，或者是沒辦法接受。那所以要合理化這樣的設定，那個我們在劇本的討論上面其實花了很多的心思，包括像那個去年開的那個課程，其實有一部分就是都在想這一件事情，這樣。所以為了要讓這件事情合理化，而不是說我就是要結合科技，我就在異地共演應用這樣。我不是硬要，是真給用了一本泰雅用暗用跟方式來看到不一樣的哈姆雷特機器人。所以其實這個對老師來講很挑戰。對，這樣那個故事才能夠動人，才能夠成立，才能說服人。所以這個部分前面要那個骨架弄好了，後面的戲才能成立。這樣。那富安在影像上面有沒有覺得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呢？做這樣的一部很特別，而且可能也很少人有這樣做過這樣子的戲劇。我覺得其實最困難的還是剛剛說的，就是技術上面的應用。因為對我們來說，其實過去在我們如果真的要用影像，可能就是做一些2D 的，就是平面的或者是3D 的影像，就是我們做完把它投出來。但其實可能像現在這個地方，我們就需要想辦法讓不同的地方的人真的有即時性，也真的能夠讓大家知道說，我們今天發生了什麼事情，而不是就是我們做一些東西投出來，然後讓大家我知道在哪裡，但我們現在是真的想要讓兩地的地方去做結合，所以其實對我們來說，我覺得影像在這出戲其實裡面壓力有一點大，但就是盡量做好這樣子。我想應該泰雅都壓力動態，演員壓力很大，要跟機器人共舞。是。對，當然有非常非常多的挑戰，都分養泰雅都是明年初3，都是明年初7了。買票來到台灣太好來看，你能想象嗎？就是在台灣大學的戲劇系有一部這麼特別的戲，會同泰雅來見面，然後相隔1公里，我真的是覺得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鼓手分養泰雅買票去看啊，今日親難得有請到我們的小美老師以及我們的富恩來到節目當中分享。那接下來就是他們2個很緊張，但我很期待的福音卡拉 OK。這我們都沒有 ready 好哦，其他的都唔定啊，我問馬該沒問題。速選第1題，我有道具。第1題，
这个呢是要猜一下，这个分别是谁的笔记？笔记，笔记，笔记，签名的笔记，1、2、3，这个是谁？ William Shakespeare， 就是我们这个《哈姆雷特》的这个原创作者莎士比亚。这个， Victor Hugo。哇，你看这对他们来讲根本就是小 case。老师太厉害了。但我觉得企划想到这题也是蛮有趣的，我们请老师顺便也介绍这2位好不好William Shakespeare 就是那个我们这一次的哈姆雷特哈姆雷特原著哈姆雷特的作者嘛。那个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很重要的一个剧作家哈。上课好是Victor Hugo 就是雨果，他是浪漫主义时期19世纪的很重要的作家。对，谢谢老师帮大家来上课啊，上面还要让老师来帮大家来复习一下。好，接下来也是这个戏剧题啊，这个也是难不倒老师的啦。莎士比亚的4大悲剧是哪4个？其实这个我答不出来。这个就交给我们的同学。哇，我知道哈姆雷特，我们是一个，然后奥赛罗吗？对。哇，然后还有，好紧张哦。完蛋了，还有一个爱情故事。一个爱情故事。罗密叶与朱丽欧与罗密叶，罗密欧与朱丽叶，哇，口齿不清了。还有嘞，是《仲夏夜之梦》吗？不是，《仲夏夜之梦》是喜剧。4大悲剧，马克白，掌声鼓励。很紧张的，不然想说，我都已经毕业了，然后还会正来做亚普哈姆雷特给你，然后来上节目宣传，还要被考试。不过其实我们这位同学啊，他很特别，他其实他的本科是土木系的，对，所以他刚回答得出来那一题也蛮厉害的。老师你还考他，你好残忍哦！我的天哪，好厉害哦！那你怎么会知道？因为其实之前就一直有来戏剧系上课，然后我其实有上过一堂课叫做莎士比亚与他的演讲技巧这样子，所以我就是也算是读了还蛮多莎士比亚的剧本这样，所以其实对莎士比亚应该还是有一点点的认识啦。掌声鼓励，这个对我们来讲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我们今天就顺便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好不好？好，接下来呢，好啦，这个简单。2位觉得剧场人应该具备的特质是什么？老师先好了。剧场人应该具备的特质，沟通能力，然后团队合作的能力。灵机应变的能力。不行，老师要求好多，好紧张。已经3个了，我只要1个。老师先讲了3个。我觉得这个都是剧场人最基本的。对，就是而且他们的特质，他们有这样的特质。所以我们现在老师傅安，我们的明翰坐在旁边的明翰，大家都很厉害，掌声鼓励，所以才会有这一部《哈姆雷特》给你。好。最后用1句话来形容哈姆雷特机器人，我们请傅安来回答。我会觉得就是它是一种，让大家看见莎士比亚还有哈姆雷特不同一面的一个戏剧，因为我们其实做一个改编，然后让大家能够透过不管是异地共演，或是我们这次改编的方式，就让大家看到一种不同样貌的哈姆雷特。我老实说，虽然我觉得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文艺的天分跟气息，但是呢。听完老师跟夫人讲，感觉真的有想会行路看上离路一块，因为我觉得这一个跟科技的结合太吸引我了，太新了，这是一个全新的一种演出的方式。故事提醒大家，生命月初3到生命月初7，台湾台后安部头7点半，平常要去买票韩国看戏哦。今天什么老师也谢谢夫人来到节目当中，谢谢2位，谢谢。谢谢。没什么，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嘅舒康休息一下，共下来做运动哦。大家知道有節目好看冇啊？我記得啦，我來福喜來嘅免數傾站，韓國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咪記得我來傾站聽嘅韓國亞影片嘅連結啦，記得我分享出去哦。